大家好，今天係感恩節，但這幾天看着香港大火的新聞，我的心一直抽着。睡前刷手機的時候，腦海裡都會閃回那些畫面，所以最後還是想認真說幾句。這場火發生在香港新界大埔的宏福苑，一整片住宅樓都陷在火海和濃煙裡。根據目前公開的報道，這是一次罕見的5級火警，波及了7座大廈，已經造成數十人死亡，苦多人受傷，船有不少人失聯，被稱為香港近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火災之一。數字背後其實都是一個個真實的人，是剛下班準備回家的打工人，是趕着接孩子的爸爸媽媽，是在家中做飯、午睡、追劇的普通居民。昨天他們和我們一樣規劃着明天的生活，今天他們就被逼停在了這場意外裡。說實話，我每次刷到現場視頻，心裡都非常難受。高樓外牆在燒，整片樓像披上了一層燃燒的外衣，有人在窗口揮手，有人在陽台求救，有人被困在煙霧裡看不見前路。前線的消防還在極高溫度和隨時可能坍塌的棚架之間穿梭，有人受傷，有人為了救人，永遠留在了火場。高層火災被很多專家稱為世界級難題，一旦真的燒起來，滅火、救援、逃生都非常困難。最重要的往往是事先的預防和制度層面的改善。我也真心希望這一次不只是一陣子的熱手，而是能真的推動一些東西慢慢變好。無論是建築材料的監管、擁修工程的審查，全是消防標準的執行力度。最後，我想把這段話留給所有受這次大火影響的人。對於離開的生命，願你們在另外一個地方不再有火光與驚恐，只有安寧。對於受傷和幸存的人，願你們的創傷可以被看見、被理解、被長期地、認真地安放，而不是在新聞淡出後就被世界遺忘。對於所有正在焦急等待親人消息的家族，我知道任何安慰都很蒼白，但請相信，遠方有很多很多你不認知的人在為你們祈願，在心裡輕輕說一句，請一定要挺過去。也願正在看這條視頻的你和我，都能更加珍惜每一個平凡、普通卻平安的日子。世界已經夠辛苦了，讓我們對彼此好一點，也是我們對這場災難裡所有生命的一次認真鞠躬。